家好，欢迎收看高高讲行话，我是明珠。今晡日来到了口岸口东的临时家庙，看来有乜嘅好东西，值得老太家来分享冇呢 ？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看来今日做到安讲就提供我来做形容了，像两个啊，中文呢就是叫做残花残发吼。讲你这形容的话呢，就做在哪里做来讲讲嘅头发哦。可是到底要怎么做呢？俩下俺来唱高欣赏，我用的做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嗨。我是明珠。听说你们俩都要做一个，就是产发哦。哇，俩个就会客家产发哦。冇错，这样系用锯、铁丝还有线掺出来的工艺品。哦，而且有非常久的历史了，所以我想请问一下，大家应该都有当过新娘哈？有来着。你没有啊？俺男人又有，哇，你当有哦？咩？俺男人来有做过新娘啦。那做过新郎吧？啊，有。好。但是说，如果新娘子啊、新娘，那要拿来当走的头发，这样就要怎么样来戴呢？老师？通常会用发簪，对，我们会用发簪，然后直接用擦的方式。那老师，你可以帮我擦吗？你擦这边好不好？有胶吗？古早讲新娘擦的头发加冻浆哦。有浆啊哦，刚才的老太讲后周课呢，好吗？哦，是这个很。Hello， 我们今天看到的头花真的非常美丽吧？在这里呢，明珠带大家一起来复习一下我们今天学到的新单字哦。第一个看到的就是新娘、新娘、新娘。第二个就是这个美丽的头花，头花、头发、头发。第三个，我们一起来学一整句话哦。新娘插了头花更加美丽，新娘插的头发加冻浆，新娘插的头发加冻浆。下一次你也来试试看这个缠花该怎么做喽。我们下次见了，拜拜。